新大医学院附设病院自1994年第一个肾脏移植手术到现在，各种移植手术拢成功来展开，而且长期结合科技甲医疗，一届透过新加坡甲 Cario 合作，希望和全球的医疗机构嘛会用个借由虚拟实境观摩新大外科手术的成果。我们现在3D VR 的实境教学是我们还在写程式去拍，但是我们还可以一个更实境的教学，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整个操作的动作，整个拍成一个实境的教学，那可以让学生看，学生更可以看到真的如何操作这个动作，从头到尾怎么准备到完成的所有整个过程，就相当于手术一样，真的看到一个手术从准备到开完到完成。所以我觉得这家公司的这种把科技应用到实境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对我们医学教育是个很大的跨一步。上午出席签约记者会，有医疗教育新创公司的创办人表示，虽然该公司对2019年才成立，不过3位创办人有澳洲、新加坡和台湾人的结合，希望吸引东南亚、中亚甚至非洲等医疗教育机构的加入。我们其实一路从台湾为出发点，新加坡为出发点，其实我们布局了整个东南亚，包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甚至中亚。最近的机会是我们其实有好几个南非的医生，其实已经在用我们这样子的课程，而且一直在问成大医学院的东西什么时候可以上线，我们可以用它这样。那其实大家如果在数字上可以看得到，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些国家？其实 Cario 从2019年成立就已经在想的问题是，怎么样可以让很多偏远国家，或甚至是成熟国家的偏远地区，如果他没有办法在医院里头观摩到像曾部长、沈院长、潘副院长这样子一个好的医疗的一个教育资源跟水平的一个学习之下，他有什么方式可以透过打破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去做这件事情？那也因此 ，Virtual Reality 当虚拟实境它的整个解析度真的到了临床可以应用的时间点，我们就跳出来做这件事。双方签约以后，现场嘛邀请新大医学院的外科学科主任曾尧林现场来示范，戴上 VR 头盔以后，画面出现内视镜的画面，不但清楚看到器官的血管甲伤口的位置，同时嘛会看到主刀医师手部的动作，甲手术室的内部环境，对着教学甲医疗技术的传承有真大的帮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